台中大街文昌祠举办着考生祈福的活动，这个考生向文昌帝君虔诚敬拜，望神明加持，金榜题名。囡仔带来活热舞蹈为活动留热气鼓，随考试季节来临，大家文昌祠这天特别举办考生祈福活动。那由考生这边来自己对我们的文昌帝君呢讲话，希望说能够在考试的时候呢，能够非常有很好的一个表现。扣列为是市定古迹的大甲文昌祠，有超过100多年的历史，那是地方上的信仰中心，嘛是重要的文化资产。尤其变到考试时间，拢香火真旺，会让自己心情更稳定。因为准备考试的时候，总是难免会感到各种压力，还有一种进度很难去突破的感觉。考生嘛特别将心愿写伫咧祈福卡片，挂伫咧庙内，希望祈求金榜题名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